那个我左手边的反炸的孩子啊，就是阿美族的孩子，节奏感很不一样。对，因为虽然看起来都很像很开心的样子，吼、就是说你们千万不要爱上他哦，他们哦。因为如果你们爱上他们的其中一个的话，你的父母亲可能会觉得很不高兴，真的，就很像如果一个律师的小孩想要嫁给一个计程车的司机的小孩，这个律师的爸爸可能也会很不高兴。我这样讲你们听得懂吗？有吗？有吗？就是很有地位的爸爸会觉得比较没有地位的爸爸的家的小孩是比较差的。这世界好不公平，不公平。哎，为什么我觉得很想哭啊？这样怎么唱？哇，可能是因为你们很年轻，然后我自己对你们有很多的期望，这样就会有一种很奇怪，我干嘛要想哭起来？喂，该要去改变谁？该要去责怪谁？哇，我这样我怎么唱啊？哦，怎么这样啊？我今天是来表演哭的。怎么这样？我怎么这样？我放这边了。可能是因为前面我就听到从中越啊跟反诈守护联盟的弟弟妹妹们讲话，我就觉得啊，像这样的年轻人多一点，这个世界一定就会更美好。可是现在怎么办啊？这世界好不公平，不公平，不公平，怎会有这样的悲剧？因为我是原住民。就不被祝福的爱情，该要去改变谁？该要去责怪谁？该要去埋怨谁？还是谁也不用记得谁？爱情是为了谁？究竟是为了谁？为了谁？谁来为我评评理？评评理？
是不是我也放弃？也放弃，也放弃。记得在蓝色的海里，我是不吭声说话的孩子。哗啦啦啦，哗啦啦啦，哗啦啦啦，哗啦啦啦。是你呀！没有音乐的传统，我的歌声只有2-3句。哗啦啦啦，哗啦啦啦，哗啦啦啦，哗啦啦啦。呜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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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呜这是我们海地的生活。白色的月光一升起，黑色的记忆就抛去。哦，方，远方，白色的月光一升起，黑色的记忆就忘记。哦，方。